来关心专台大罢免第2阶段人事送件，罢免国民党台中立委颜宽恒和杨庆英的团体拢宣布送件，颜宽恒和杨庆英拢批评这是政治恶斗。另外，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代表人张克进，即马宣布要跳车，所以带头的人要换人。 林素素曾希望上一位台中市选委会罢免国民党立委颜宽恒，甲罢免国民党立委杨庆英的团体，七日下晡送2阶段林素素罢颜团体收件33099分，罢杨团体收件26775分。虽然过法定的条件，不过拢无达到安全的限制130%，拢破声会继续收件。但距离安全门槛还有一段差距。 因此，我们会持续的收件。团队已经做好补件的心理准备，会持续的在联署点跟出摊的方式来持续跟乡亲收件。颜宽恒回应民主文革加做少数人操作政治斗争的工具，杨庆英强调依靠家己力量终止恶斗，罢免分林拿会定学长的团体，也将38087分2届连书书送到分林选委会达成率138.5%。 下乡更努力的宣传，然后让在地的乡亲能够有一波一波浪潮，把这个守卫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。了市5位拿会罢免案，七日罢免李干秀团体先送件，有45183分，达标率142%。李干秀是回应尊重罢团做法。 台湾正面临国际经贸极大的挑战，我们需要的是团结，而不是撕裂。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因为带头人张克进退出，罢团启动3分2会游计划，希望负1分之提议人数面动议换带头人。 关于我们现在领衔人张克进教授呢，其实这部分呢，还是有人会持续的去联络。我尊重他们所有的行动，只是要提醒民主不容造假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文站宣讲反制罢团，批评执政党不要拼经济财经，干会推大罢免。国务院6月有比赛规矩，日本、中国努力研究比赛，干台湾在咧增加，烦恼会受比赛风波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